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5月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2篇第1节到17节，出埃及记第13章17节到22节，使徒行传第7章17节到4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同在。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了寻道者司提反，虽然遇到了陷害，他的生命陷入了艰难困苦的困境，但是他们仍然看重自己的呼召与职分。他站在祭司以及公众的面前，勇敢地见证历史中预言的主，上帝的同在。虽然祭司以及犹太人安排人来诬告司提反，说他违反了摩西的律法，说他服侍主、见证复活的基督是要来拆毁圣殿的人，但是司提反反而仍然坚强的见证，他不畏惧这个恶势力甚至死亡的威胁。司提反见证说，上帝向亚伯拉罕实行诺言的日子快到的时候，以色列族在埃及的人口已经增加很多。后来有一个完全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开始统治埃及。这王用诡计巴谢我们的同胞，虐待我们的祖先，强迫他们丢弃婴儿，不让他们活下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摩西他出生了，他长得非常可爱，在家里被抚养了3个月。到了他被丢弃的时候，埃及王的女儿收养了他，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带大。他接受了埃及文化的熏陶，很有说话和办事的能力。摩西40岁的时候，决心要了解以色列同胞的情况。有一次，他看到同胞受埃及人的欺负，他就上前保护他，为他伸冤，把那埃及人给杀了。他以为同胞会明白上帝要用他来解救他们，可是他们竟然不明白。第二天，他看见2个以色列人在打架，想替他们调解，就说：你们是同胞，为什么自相伤害呢？那欺负同胞的把摩西推开，说：谁指定你做我们的领袖，做法官来管我们呢？你也要杀我，像你昨天杀的那埃及人一样吗？摩西一听见这话，就逃离了埃及，去寄居在米甸。在那里，他生了2个儿子。过了40年，在西奈山附近的旷野，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的火焰当中来向摩西显现。摩西看见了这个景象，就非常的惊骇。他走上前去要看究竟。这时候，他听见主的声音说：我是你祖先的上帝，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。摩西恐惧站立，不敢注视。主又对他说：脱掉你的鞋子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。我的子民在埃及所受的苦难，我都清楚地看见了，我也听见他们的声音。我下来要解救他们，
你来，我要差遣你到埃及去。”这位摩西就是以色列人所拒绝质问说：“谁指定你做我们的领袖，做法官，来管我们呢？”的那个人。借着在荆棘当中显现的天使，上帝差派他做领袖，做解救者。他带领人民从埃及出来，在埃及在红海和旷野的40年间，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，也就是这一位摩西告诉以色列人民说：“我上帝要从你们的同胞中为你们兴起一位先知，正像他兴起我一样。”摩西在旷野跟以色列会众一起，我们的祖先以及西奈山和他说话的天使在一起，领受了上帝永恒的信息，把这信息传给我们。但是我们的祖先不听从，也不理会他，宁愿再回到埃及。他们对亚伦说：“请替我们造一些神像，好在我们前面带路。我们不晓得那个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遭遇到什么事了。”司提反以最简单的方式来重述上帝预备摩西、呼召摩西、差遣摩西成为领袖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并且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，无论是过红海啊、旷野的40年的经验啊，在西乃山山下受上帝的诫命啊，甚至上帝以这个云柱火柱来保守带领。最重要的是表达了上帝是那一位昔在今在永远都存在的上帝，跟借此彰显了上帝同在的一个应许。耶稣基督是以马内利的上帝同在的应许，也是成为上帝拯救世人的祭品，为了世人而牺牲了生命。他是大祭司，他是代罪羔羊，他是基督，是唯一的道路，是真理，是生命。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耶稣基督升天之后，他应许要请上帝差遣保惠师，代表上帝同在的意义。正如同出埃及的旷野之中，上帝以云柱、火柱来带领、保守了以色列人。这是上帝同在的记号。想想，在黑夜的旷野当中，在远处有一个火柱，应该是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。在大白天有云柱，也一定非常的显目。圣经这样记载第一手的资料说，埃及王放以色列人走的时候，上帝没有带他们走非利士海边那一条近路。上帝说，恐怕我的子民遇见战事而后悔，再回到埃及去。所以上帝带着他们绕着远道，经过旷野，往红海走。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已经武装好了，准备随时来应战。摩西带着约瑟的骸骨走，因为约瑟曾经要求以色列人在他面前发誓说，
上帝拯救你们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把我的骸骨一起带走，离开这地方。以色列人就离开的苏哥，在沙漠边上以躺扎营。白天，上主走在他们面前，用云柱指示方向；夜间，上主走在前面，用火柱照亮他们。这样，他们日夜都可以赶路。白天有云柱，夜间有火柱，一直走在他们的前面。无论是上帝是以这个燃烧的荆棘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，在逾越节的保守以色列人，用云柱、火柱来保守，以闪电、雷声来显现，如同火蛇的圣灵，以白布包的婴孩、保惠师等等的。上帝想要表达的是，只有他的应许，主必同在，他必看顾，他必保守，如同耶稣基督所说的，他就是真理的灵，世人不接受他，因为他们看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但是你们认识他，因为他在你们的生命里面，常与你们同在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要再回到你们这里来。这是约翰福音第14章17节到18节的经文。诗篇第102篇第1节到17节。上主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求你垂听我求助的呼声。在我陷入困境的时候，求你不要躲开不理我。我呼求的时候，求你垂听，立刻回答我。我的生命如烟雾消散，我的身体如炉火焚烧，我的心像枯干的草被踩碎，我连食欲也丧失了。我呻吟叹息，我全身只剩皮包骨。我像荒野的野鸟，我像全废墟中的猫头鹰。我睡不着，我像屋顶上一只孤单的麻雀。我的仇敌整天来寻骂我，戏弄我的人指着我的名咒诅。因你的气愤和恼怒，我吃如灰，像吃饭一样，眼泪混着饮料喝。你把我举起来，又把我摔下去。你的生命好像黄昏的暗影，我像枯干了的草。但上主啊，你永远掌权，世世代代将纪念你。西安已被摧毁，你的仆人还是爱他，虽然他已经成为废墟，他们还是怜惜他。万国要敬畏上主，地上万王都要畏惧他的威仪。上帝重建西安的时候，要显示他的荣耀。他要听穷苦人的呼求，他不会藐视他们的祷告。感谢上帝应许赐下救恩，并且赐下耶稣基督成为以马内利的应许。在我们遇见困境的时候，赐下圣灵成为我们的保惠师。感谢主的恩典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